香港保釣船啟豐2號星期三成功登陸釣魚島，船上邊14個保釣人士同記者被日本當局拘留。當地傳媒報道，日方將會喺星期4朝早將佢哋押送到沖繩那霸警署進一步查問。而行政長官梁振英星期三夜晚就召見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隈院優次。梁振英對隈院優次表示，釣魚島同佢附屬嘅島嶼自古以嚟都係中國嘅領土。佢又話，香港居民多年嚟對釣魚島有強烈嘅感情，唔希望見到日本政府作出任何俾香港居民視為挑釁性嘅行為，並且敦促日本當局盡快釋放所有香港居民同埋其他中國公民。另外，特區政府就成立咗香港居民海外支援應急小組，協助本港嘅保釣人士。喺夜晚派出2個入境處人員到東京，同當地嘅中國大使館人員會合之後，再決定下一步嘅行動。其實我哋會盡量提供一切可行嘅協助，例如佢可能喺證件方面啦，譬如佢要離境嘅話，證件方面有問題嘅話咧，佢哋又話唔排除會喺抵埗之後立即轉到沖繩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